Desktop 入邊 All-in-One 嘅機款就最吸引到我，因為佢結合咗主機、螢幕、鏡頭、喇叭於一身，仲要講緊一個價錢已經解決咗我日常嘅工作同埋學習上面嘅需要。而講到性價比高嘅 All-in-One Desktop， 不得不提就係今日帶嚟喺我身旁嘅呢隻 HP24 All-in-One Desktop， 將時尚嘅外觀同埋強悍嘅功能融為一體，效能強大，無論係做嘢、學嘢定係休閒娛樂，佢都能夠輕鬆勝任啊！首先 ，HP24 All-in-One Desktop 喺設計上面細膩用心，夾入式嘅電線整理設計，輕鬆解決電線雜亂無章嘅煩惱。跟機會附送無線鍵盤同埋滑鼠，一插即用，而且無線嘅設備就可以做到更加之慳位嘅效果。另外，支架嘅高度可以做調校，等你可以用到最舒適嘅姿態去用到電腦。就算長時間用部電腦都冇咁容易話攰。另外，佢部分嘅組件亦都採用咗海洋回收塑料、回收金屬同埋消費後回收塑料製造，同時獲得能源之星認證同埋 EPIC 環保認證，真正做到喺追求高性能嘅同時為環保貢獻力量。設備方面，佢就搭配咗 AMD Ryzen AI5 3406核心嘅處理器，高達50 TOPS 嘅 NPU。屬於 HP Next Gen AI PC 同埋 Microsoft 認證 Copilot Plus PC， 支援 HP AI Companion 同埋 Copilot Plus PC 嘅 features， 運行智能辦公、影像編輯等等嘅 AI 相關應用程式都能夠高效完成。搭載住16GB DDR5 以及 1TB PCIe NVMe M.2 SSD 嘅設計，資料讀取同埋載入嘅速度非常之快。開大型嘅檔案又或者軟件都可以加速完成。顯示方面 ，HP24 All-in-One Desktop 同樣出色，23.8寸全高清 IPS 輕觸式嘅螢幕，採用3邊極右邊框嘅設計。輕觸式螢幕就可以令到用家喺操作起上嚟嘅時候更加得心應手。螢幕色域高達 99% sRGB， 亮度高達300 nits， 無論係睇片、處理圖像，抑或係日常嘅辦公需要，佢都能夠呈現細膩嘅色彩同埋清晰嘅畫質。另外，佢亦都通過德國萊茵低藍光嘅認證，亦都應用 Flicker Free 嘅技術，有效減低藍光嘅傷害同埋螢幕嘅閃爍。就算長時間去用，亦都能夠可以好好地保護你哋嘅眼睛健康。而今次呢隻機款佢嘅視像鏡頭亦都帶嚟咗唔少嘅驚喜喎。佢配備住 Full HD 可藏式嘅 IR 視像鏡頭，能夠根據住微調角度去帶嚟清晰嘅視像體驗，亦都能夠透過物理式遮蓋鏡頭，為你嘅私隱安全保駕護航。仲可以搭載住 AI 嘅降噪功能，等大家喺視像通話嘅時候，亦都可以保持住聲畫清晰。仲可以透過 IR 嘅視像鏡頭，用到 Windows Hello 快速安全登入系統，咁就唔使再打密碼咁麻煩啦。AI 除咗喺會議上面可以提供到一個更加靚嘅質素之外，其實喺工作上都可以幫員工提升生產力嘅。HP AI Companion 人工智能伴侶係一個免費嘅問答機械人，刮料、運算、翻譯、分析佢都能夠做得到。仲有 Library 嘅功能都主打本地運行，當我唔會上載去到雲端進行 AI 嘅訓練，安全性極高，可以放心用到公司嘅文件進行分析。例如係用到表格去對比檔案之間嘅分別，咁就可以慳翻人手工作嘅時間同埋錯誤，從而提升員工嘅生產力啦。當然啦 ，Copilot Plus PC 嘅鍵盤上面亦都設有 Copilot 嘅快捷鍵，撳個掣就可以打開 Copilot 嘅人工智能助理，同樣一樣做到相同嘅效果。Port 位方面，機身背後就配備咗一個 USB Type-C、一個 HDMI 2.1、RJ45 電源、4個 USB Type-A、一個 3.5mm 耳機連咪嘅 Combo Jack， 方便用家連接唔同嘅設備。HP24 All-in-One Desktop 外觀時尚，性能強大，最啱追求高效嘅上班族，需要靈活學習嘅學生，又或者中意娛樂嘅影音愛好者。同系列仲有一隻27寸大螢幕嘅機款俾大家選擇，記得埋嚟睇睇啦！